位来宾，各位观众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晚上好。9月的越剧百花园，硕果累累；中秋的西子湖畔，花好月圆。9月属于你，金秋属于你，杭州欢迎你，越剧欢迎你。
本柳丝翩翩，越剧是春天的艺术。是的，在那滴滴嘟嘟的鼓板声中，在那吟恶哀哀的旋律中，我们仿佛听到了越剧清细而欢快的脚步，那是春天的脚步。十尺东方红啦呼呼，篱旁追着我李阿斗啦，今朝起来摸啦头舞啊，夜发脚跟可甜喽，身浪向接得银子糊啦真啦多，新疆讨个嘎子啊婆，啊个铃哦铃铃哦哎啦哎。对起去烧香，谁想我往前抢？连阴天走去烧香溜啊公啊爱上溜啊，是公好是公来衣上菜，公了公菜上哎。一本万里开的哪个当？二龙枪支自保昂，三星海味暖壶呀个店，四季发财水果昂，五颜六色传头呀个店，六来能开大面呀，七星高挂古董店，八字门上开茶坊。巨巧玲珑讲起呀个我，十来日的家呀的房呀个开呀那铃哦铃铃哦一来。我家西施，今日天气晴哦，不免带我出门玩耍便了。
世上真貌哟。哪里会变金丝猫的？一说不出金牙是呀。妈，令我一令我一啦嘿。1917年，第一个小歌班闯入了大上海。年轻的越剧在新的文明、新的艺术观念的融合中，产生了新的飞跃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。越剧最富有特色的是那浸透了江南文化风情的音乐，听到那清丽秀美的旋律，总会引出一个个令人梦萦魂牵的爱情故事。苗
头，看了这彩蝶纷飞，真是令人浮想联翩。是啊，越剧确实充满了诗情画意。难怪它能够从江浙一带出发，经过短短的几十年，变成了风靡全国的第2大剧种。提起越剧呢，大家一定会想到风花雪月、山水秀、才子佳人相约黄昏后的情景。其实呢，越剧也有高亢激昂的旋律，英姿飒爽的凛然威风。曹太君他为国要尽忠，他命我挂刷去平车城，入门一不为官，二不为官，为的是他守江山我
9·4中国小百花越剧节在越剧的故乡浙江举行，无疑这将是一次得以天时地利人和的盛会。从4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以后，越剧舞台星光闪烁，流派纷呈，成为越剧艺术成熟和繁荣的标志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特别思念那些为创立越剧流派而不懈努力的前辈艺术家们，是他们的艰辛探索，才换来今天越剧舞台的一片辉煌。在今天的开幕式上，来自上海、南京和福建的越剧艺术家们，他们也带来了精心准备的作品。好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。中为的本是并肩玉归神仙台，我岂能还同菩萨佛山一路上你环境妈妈一转我妻子早龙早呀不慈爱，何况你修
只见一如上元多美人，眼宽人家十素眉，那一边着里貌似为得胜，莫非就是杨家门？待我上前把门为什么晴天堂门关紧？万水巨梦向内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巷的草上旁，何莫教育分两旁，三字清香路中藏，婚书才有做上房。大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花枝有一声，哎呀，看起来
袁雪芬老师是越剧艺术改革的先驱，原派名剧《祥林嫂》更是堪称越剧史上的经典之作。你说的《祥林嫂》，这是1946年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改编的越剧，它无论是在艺术内涵上，还是在舞台的景象上，都展示了新越剧独特的艺术气质。它的上演呢，可以说是越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是的。那穷人无钱情难配，他把人千金最容易，多少虚妄去换来，狠心人得了我的埋子钱，害姥姥犯下了一身灾，我恨老子冤婆婆，我不应该犯下老来责怪，只见他又是懊恼，他又是回头如一把发了眼，倒叫我要是不能死，要为无家归，要闹也不能闹，要赔与无钱赔，这真是罪也难来，我流也难来。金配两难我等，我好命苦，我好命打打热热闹闹，一派喜气掩不住满腔的悲愤。一出红楼，百年梦回，任花开花落，我心
依旧。
在古板铿锵、丝弦悠扬中，越剧早已唱出草台，唱向都市。缓缓地绕过了竹影粉墙、小桥水巷，越剧早已经唱出了国门，唱向了世界。越剧正在舞蹈中展示自己多彩的风姿，越剧也在交响音乐中晃晃作响。
越剧以它俏丽的模样走出昨天，越剧以它青春的姿态迎接明天。明天会更好，因为在百花争艳的意愿里，有我们一张张蓬勃的笑脸。明天会更好，在欢乐的等待中，人们每一种微笑都带来金秋的斑斑的灿烂。明天会更好。越剧的音乐雅俗共赏，越剧的意蕴是诗中有画，画中寓诗，有万般柔情如水。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惜别离从50年代唱到今天，长盛不衰，真是依依惜别情，悠悠长相思。
中情未了。越剧的抒情和写意，真是令人倾倒。其实宋老师，越剧的阳刚之美也别具一番风采。从小歌班到女子文戏，再到解放后的男女合演，越剧在探索中不断地充实着自己，完善着自己。下面我们请观众一起来欣赏男声越剧的精彩唱段。金谷自古长江水，这茅刀看顾梁山上。我为革命烧茶碗，五四海来还家，铁流滚滚向西经，他刀长矛自尽。
从当年道统背上你唱我接的娱乐活动，发展到今天北生海内外的艺术真情，越剧带着它浪漫的诗情走入了千家万户。从表现家长里短、人情世态，到演绎古典文学名著，越剧带着它的青春情怀，实现了艺术上新的飞跃。梦惊红楼，人约西厢，已经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理想的美轮美奂的艺术景观。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断的努力，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的演出已经把越剧的艺术品味和审美的价值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彼处此间他是